合一主日聖餐崇拜現在開始，請各位起立，同唱聖詩《普天頌讚》第52首。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歡迎大家參與今天早上嘅聖餐崇拜。今天早上咧，我哋好榮幸能夠咧邀請到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嘅主任牧師余恩明牧師咧喺我哋當中為我哋講道。咁亦都同時咧，余師母亦都喺我哋在座當中，我哋咧都多謝佢哋今日同我哋一齊咧敬拜天父。此禮經句：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是為同有一個指望而蒙召，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就是萬人之父，超越萬有之上，貫通萬有，在萬有之中。請大家翻開聖餐崇拜禮文第2式第1頁。願讚美歸於上帝，聖父、聖子、聖靈。願讚美也歸於他的國，從現在直到永遠。阿門。我哋仍然站立，一同開聲祈禱話：全能嘅上帝，凡人嘅心在你面前無不顯明，心裏所羨慕嘅你都知道，心裏所隱藏嘅也瞞不過你。求你賜聖靈感化我哋，潔淨我哋嘅心思意念，使我哋盡心愛你，恭敬歸榮耀與你嘅聖名，直賴我哋嘅主基督而求。阿門。
願主與你們同在。我哋要祈禱合一主日嘅祝文。全能嘅聖父，你當受頌揚嘅聖子在受難之前，為佢嘅門徒祈禱，願佢哋都合而為一，正如你和他乃是一體一樣。求你使教會因敬愛你和服從你而連結起嚟，能藉着獨一無二嘅聖靈聯為一體，使世人可以相信你所差遣的聖子，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聖子和聖父、聖靈三位一體嘅主，唯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請坐，我哋同聽舊約經課。舊約經課係記載喺以賽亞書35章1至10節，喺舊約聖經1051頁。舊約聖經1051頁，以賽亞書35章1至10節。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如玫瑰綻放，朵朵繁茂，其樂融融，而且歡呼。黎巴嫩的榮耀並迦密與沙崙的華美必賜給他。人要看見耶和華的榮耀，看見我們上帝的榮美。你們要使軟弱的手強壯，使無力的膝蓋穩固。對心裏焦急的人說：要剛強，不要懼怕。看啊，你們的上帝要來施報，要施行極大的報應，他必來拯救你們。那時，盲人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那時，瘸子必跳躍如鹿，啞巴的舌頭必歡呼。在曠野有水噴出，在沙漠有江河湧流。火熱之地要變為水池，乾涸之地要變為泉源。野狗躺臥休息之處，必長出青草、蘆葦和蒲草。在那裏必有一條大道，就是一條路，稱為聖路。污穢的人不得經過，是專為走路的人預備的。愚昧的人也不會迷路。在那裏沒有獅子，猛獸也不經過。在那裏，他們未現蹤跡，只有救贖的民在那裏行走。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永遠的快樂必歸到他們頭上。他們必得着歡喜快樂，憂傷嘆息盡都逃避。這是上主的道。會眾請起立，我哋同唱詩篇第122篇，堂刊第2頁。
會眾請坐，我哋同聽書信經課。書信經課係記載喺以弗所書第6章1至6節，以弗所書4章1至6節。我為主作囚奴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要與你們所蒙召的呼召相稱，凡事要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以和平彼此聯繫，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位，正如你們蒙召，是為同有一個指望而蒙召，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就是萬人之父，超越萬有之上，貫通萬有，在萬有之中。這是上主的道。會眾請起立，我哋同唱聖詩《普天頌讚》第56首。願主與你們同在。主耶穌基督嘅聖福音記載在聖約翰福音第17章，由第6節讀起。耶穌舉目望天，說：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把你的名顯給他們。
我不求你把他們從世上接走，只求你保存他們，使他們脫離那惡者。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我為他們的緣故，使自己分別為聖，為要使他們也因真理成聖。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藉着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父你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好讓世人信是你差我來的。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合而為一，讓世人知道是你差我來的，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這是上主的福音。各位請坐。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先呢代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嘅同仁，向各位聖雅各堂嘅主內肢體問安。願主嘅恩惠常與我哋每一個同在。非常多謝堂主任何潔瑩牧師，仲有咧香港區教區謝志和主教咧嘅同意同埋邀請，讓我今個早上可以同大家一齊崇拜上帝，分享聖經嘅話語。今朝咧有啲嘅唔好意思嚇，因為大家知道咧香港嘅一件嘅大事就係3個字馬拉松。咁咧我已經係我住銅鑼灣嗰邊嘅，咁我知道咧交通困難咧，我就冇返到香港堂先。就直接喺屋企過嚟咁，但係咧就等唔到任何嘅車喺軒尼詩道，只係見到好多人。咁所以咧我就上咗一架軒尼詩道嘅巴士㗎啦，因為冇的士啊。咁咧就落翻車，跑翻去咧係加利路連山道嗰度咧搭10號巴士，咁都有遲到嘅。咁就令到咧何牧師相當擔心啦。我都幾唔好意思啊，第一次嚟，竟然要遲到咁樣，但係上帝嘅恩典咧，好似佢喺 WhatsApp 寫咧夠用嘅，出動咗咧佢爸爸何世伯咧喺咧華仁書院嗰個嘅路口咧開架車嚟接我同師母過嚟真係感恩。嚟到咧仲有何牧師俾咗2分鐘我坐低，斟咗一杯水俾我飲，相當感恩嚇。我諗翻原來認識何牧師咧有10幾年嘅時間，差唔多咧有20年啦。我哋差唔多咧大概同期係按立會理。我哋當時大家分別咧去參加突破機構一個嘅1級山藝嘅靈修課程，連續幾個星期一咧，導師都帶我哋咧行唔同嘅山，喺大自然裏邊咧去默想上帝嘅作為，
並且咧同我哋自己嘅關係。之後10幾年，我哋各自喺自己嘅宗派努力侍奉，直至舊年嘅5月，華人基督教聯會110週年嘅感恩崇拜，我哋再次咧遇上。講起嚟，大家嘅堂會原來都喺灣仔區，之後咧老友記就互相探訪，亦都開始咧係商量今年嘅合一主日可唔可以交換講壇嘅可能性。上帝嘅仁愛將我哋咧連埋一齊，亦都係上帝嘅心意，好想教會咧合一。其實聖雅各堂距離喺我哋叫做大佛口嘅紅磚屋香港堂呢間嘅禮拜堂咧，唔係好遠嘅啫，行咧都係10分鐘、15分鐘就會到。我期望我哋兩間嘅堂會基督嘅肢體，能夠咧日後有更多嘅機會喺唔同層面嘅配搭，一同咧係合一發揮咧我哋兩間堂嘅力量。剛才我提到上帝嘅心意同埋基督嘅身體，我哋可以透過咧今日嘅經課約翰福音第17章明白得到。第17章係耶穌一個嘅禱告，係同門徒進食咗逾節嘅晚餐之後，佢同門徒講咗一段好長嘅説話，長到咧，如果我哋今日嘅聖經係第13章嘅尾，一路到第16章，有幾章聖經咁長。而跳一跳去到約翰福音嘅第18章呢，就係記述耶穌被拘捕、被審問嘅過程。所以今日我哋睇嘅第17章耶穌嘅禱告，係佢喺被捕之前向上帝嘅祈禱，係為門徒一個懇切嘅禱告。耶穌知道好快要離開一班跟咗自己3年有多嘅信徒，呢班嘅門徒。佢好唔捨得，我哋可以想象得到。耶穌喺第15節同上帝講：我唔捨得，但係我唔係要帶呢班嘅門徒走，即係佢哋要留喺世界上邊。所以耶穌向天父祈求，求天父去保護佢哋。最主要嘅就係脫離那惡者，因為耶穌知道佢離開之後有唔同嘅攻擊嚟到呢班嘅門徒身上邊。之後耶穌講出上帝差派佢嚟呢個世界係有一個好獨特嘅目的，就又要佢將上帝嘅道、上帝嘅真理教導門徒，使佢哋成聖。經文嘅第20節，耶穌話佢嘅代求唔單止為呢班嘅門徒，亦都係要因為相信呢班門徒所傳嘅上帝嘅道，就相信耶穌係上帝兒子嘅人去代求。求啲乜嘢呢？求佢哋能夠合而為一。我哋想象一下一種嘅情景，因為門徒相信耶穌基督嘅說話，佢哋跟隨咗耶穌啦，門徒就連於基督。之後門徒去傳講耶穌係上帝嘅兒子啦，將福音咧傳俾其他人，其他嘅人都接納，都相信，呢啲其他人就連於基督。今日我哋同樣係連於基督，耶穌成為一個咧中心點，吸引唔同嘅人成為天父嘅兒女。耶穌跟住講呢一種嘅合一，好似自己咧同天父一樣。呢度係21節嘅下半節講，天父在我裏面，我在天父裏面。而耶穌已經將天父在我裏面呢種嘅榮耀係賜俾過一班嘅門徒。換句話嚟講，因為門徒都相信耶穌，接受咗上帝嘅道，佢哋同樣能夠同上帝合而為一。呢種係幾咁大嘅福氣，可以同上帝結合到一個地步，成為一。耶穌嘅祈禱係咁樣繼續咁樣講，23節，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合一。我再讀一次，我在他們裏面，
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合而為一。之後講到呢個合一有好重要嘅意思，就係呢度嘅23節嘅下半節嘅意思係讓世人知道是你差我來的，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耶穌講呢一個與天父合一係一個好良性嘅互動，係人可以感受得到上帝嘅愛，而領受咗從上帝而嚟嘅愛嘅人，就係識得去將呢份愛同其他人分享，結果就係更多人相信基督，看見基督嘅真實。我一開始講喺2025年，即係舊年，係香港環基督教聯會110週年嘅感恩崇拜裏邊呢，同何牧師係重遇。聯會嘅歷史就係喺1915年創立，係以堂會嘅成員為基礎而成立一個跨宗派嘅聯合組織。當時係要為廣東西江嘅水災而籌募賑災，同埋咧邀請當時好著名嘅佈道家艾迪博士嚟香港主領佈道會。當時由7個公會倡導成立。基督教宗派包括咗安立間會，就即係大家今日所屬嘅聖公會，同埋咧當日叫做衛斯理會，即係今日嘅循道衛理會，仲有今日嘅中華基督教會、崇真會等等，聯合起嚟。呢個聯合嘅組織喺大家嘅教會嘅先賢，我同你教會嘅先賢，佢哋放下各自不同，聯合去做慈惠，去做佈道嘅工作，之後發展其他嘅事工，成為美好嘅聯合見證，祝福咗好多個人，亦都帶領唔少人呢係歸向上帝，連於基督。今日另一段嘅經課，以弗所書4章嘅頭6節經文，係保羅對主後60年代初嘅信徒一個語重心長嘅勸導。保羅當時已經係坐緊監，寫信俾以弗所嘅信徒，佢係咁樣講嘅。佢話：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要與你們所蒙嘅呼召相稱。咁呢班嘅信徒要點樣做先至配得蒙受嘅呼召呢？跟住嘅第2、第3節，凡事要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繫，竭力保持聖靈嘅合一。我哋知道每一個人喺上帝眼中都係獨特嘅，即係我哋每個人呢都會唔同，小則係我哋一啲嘅性格啦，我哋嘅習慣啦。大啲可能係我哋嘅價值觀，我哋嘅人生觀唔會一樣嘅。當我哋走埋一齊嘅時候，必須要有保羅所講嘅呢啲嘅屬靈質素，先至可以咧喺唔同之中揾到相同。我哋叫做咧求同存異，一齊互相合作，彼此配搭。我諗起一件呢好真實發生喺我自己堂會嘅事。香港堂呢幾年都有喺新春呢為長者開佈道會，差唔多每年呢都要預備呢係成400份嘅禮物俾到嚟嘅每一位嘅長者。通常呢啲禮物呢都係蝦子麵啊、潤膚膏啊、白花油啊、營養奶之類嚇，適合老人家去使用嘅。有一個嘅禮物袋裝住嘅，我哋咧就會請教會嘅弟兄姊妹啦、義工啦，幫手將呢3、4份嘢咧連埋啲單張咧放落嗰個禮物袋嗰度。我哋以為呢件咧相當容易嘅事，好簡單啫，唔會費神，唔會用腦嚇。殊不知呢7、8個義工當中咧，有幾位就由討論點樣包先至好，變成咧係爭論，最後變成咗咧嗌交。因為各自都認為佢哋所提出嗰個流程方法咧，
包呢禮物先係最好嘅。其實包裝嗰一日，距離佈道會仲有成幾日嘅日子，冇人話好趕急喎。唔知點解，大家一埋到位呢就好急，一定要好快咁完成。呢班弟兄姊妹喺整個過程當中，正正就係缺乏咗保羅所講呢啲嘅屬靈嘅氣質，冇謙虛、溫柔、忍耐、愛心、和平等等。以弗所書第4章第4、第5、第6節，保羅隨即用咗7個一去進行教導，包括一個基督嘅身體、一位嘅聖靈、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總共7個一，係我哋共同信仰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即係話，如果我哋唔敢相信呢7個一其實係一嘅話呢，我哋就唔會接納基督嘅信仰，我哋嘅根基呢就唔會穩固，我哋冇辦法講我哋係同樣相信同一位上帝。保羅話要竭力去守護啊，去全心全意盡晒所有嘅能力，都要保持合一。佢好強調係聖靈所賜嘅合一，叫信徒千萬唔好破壞分裂基督嘅身體。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唔同，所以係同其他人去相處配搭嘅時候，就要記得保羅所提醒我哋原本已經有內在嘅屬靈氣質，去接納其他人嘅唔同啦，就能夠咧係做到我哋所期望嘅求同存異。保羅喺以弗所書嘅教導，正正呼應約翰福音第17章嘅記載，耶穌基督喺被捉拿之前，去為信徒嘅祈禱，期望我哋合而為一。隨住歷史嘅源流，唔同嘅宗派可能對某啲嘅神學嘅理解存有差異、有分歧，更加可能會有各自嘅傳統。不過，亦都有唔少咧係同神學冇關嘅習慣，一啲做嘢嘅方法。如果我哋能夠全謙虛、溫柔、忍耐，同埋以愛心互相寬容嘅話，呢啲嘅唔同係可以縮到好窄。我哋要謹記信徒嘅合一係一份神聖嘅工作，係參與緊上帝聖化呢一個嘅世界嘅進程裏面。我哋彼此之間以愛去交往，原來係一個極為神聖嘅任務嚟嘅，係要將基督嘅榮美喺呢個世間上彰顯，以致吸引更多嘅人嚟到教會，加入基督嘅身體呢個屬靈嘅大家庭。換句話嚟講，我哋現今喺世界所做嘅一切，係一個活生生嘅見證。究竟呢個見證係一個好嘅見證，係榮耀上帝嘅見證，還是一個負面去令上帝失卻榮耀嘅見證呢？就視乎我哋點樣喺細節上一步一步嘅進展。基督徒合一主日提醒我哋，每一個宗派、每一個信徒有一份神聖嘅天職，我哋要努力保持合一，喺世界上做好見證。身處今日相對分裂同埋對立嘅世界，我哋嘅合一就嚟得更加重要、更加寶貴。香港嘅教牧同工，包括天主教同埋正教會嘅教牧同工，都會喺嚟緊嘅禮拜4早上聚集埋一齊，舉行合一嘅聖餐，一個祈禱會。我都邀請咧我哋嘅弟兄姊妹為教會嘅合一去祈禱，喺可能嘅範圍之中竭力做好合一嘅見證，靠住聖靈睇見喺差異之中仍然有頗多相同嘅地方，就係最重要嘅。我哋嘅核心就係我哋都相信
同一位上帝。願主繼續賜福聖雅各堂同埋香港堂裏邊嘅每一位肢體，謹記蒙上帝嘅呼召，係要喺合一嘅見證上邊去盡心竭力去榮耀上帝，祝福更多嘅生命，使更多嘅人得着福音嘅好處。請我哋同心祈禱。天父上帝，我哋感恩你俾我哋可以同信同一位嘅主，特別喺今日基督徒合一主日裏邊，我哋再思想呢個嘅合一嘅課題。原來唔係什麼嘅研究，卻係你喺聖經裏邊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呢個係我哋嘅份內事，係我哋嘅天職，係我哋要將你嘅榮耀喺呢個世界上面彰顯嘅時候，呢班嘅基督徒屬你嘅子民要合而為一。讓我哋今日透過你自己嘅兒子嘅禱告，保羅俾我哋嘅教導，我哋深化整個嘅合一嘅意思，並且期望我哋每一個都能夠同蒙召嘅恩相稱，係聖靈所賜俾我哋呢份嘅恩典。人嘅說話講完，求主嘅靈繼續喺我哋每一個心裏面動工，讓我哋履行實踐你俾我哋嘅教導，係奉耶穌基督個名求，阿門。禮文第7頁，請各位起立，讓我哋承認普世教會嘅信仰。我哋同誦彌吉亞信經。我哋信獨一嘅上帝，全能嘅聖父，創造天地並一切有形無形萬物嘅主。我哋信獨一嘅主耶穌基督，上帝嘅獨生子，在萬世以前為聖父所生，從上帝所出嘅上帝，從光所出嘅光，從真神所出嘅真神，是生非造，與聖父同體。萬物都是藉着他受造，他為要拯救我哋世人，從天降臨，因聖靈嘅大能，為童貞女瑪利亞所生，成為人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哋釘在十字架上，被害、受死、埋葬，應驗了聖經嘅話，第3天復活升天，坐在聖父嘅右邊，將來必在榮耀中再臨，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永無窮盡。我哋信聖靈是主，是賜生命者，從聖父聖子所出，與聖父聖子同受敬拜，同享尊榮。昔日藉眾先知傳話，我哋信使徒所傳唯一聖而公之教會。我哋承認為赦罪而設嘅獨一洗禮。我哋盼望死人嘅復活，並來世嘅永生。阿門。請各位跪下，我哋同心祈禱。我哋揭轉禮文書41頁，我哋用第4式去禱告。我哋要為教會同世界禱告。全能嘅上帝，懇求你使一切承認你聖名嘅人都能喺你真理中合而為一，在你嘅愛中生活一起，並在世上顯明你嘅榮耀。天父，我哋將呢個動盪嘅世界交喺你手上邊，求你憐憫嗰啲正面對戰爭、衝突同不安嘅人，賜下平安同埋保護。求你賜智慧俾各國嘅領袖，使佢哋選擇和平，尋求公義，在貿易同國際爭端中尋求理解同合作，為未來創造一個安全同和諧嘅世界。我哋亦都為到教會禱告。天父上帝，你呼召我哋進入你嘅聖子耶穌基督身體裏面，以繼承佢促進修和嘅工作及將你顯明俾世人。今日
係合一主日，求主寬恕我哋彼此撕裂嘅罪，賜我哋勇氣去克服我哋嘅恐懼，並願意因你所賜嘅恩賜同旨意去尋求合一。又特別為到循道衛理香港堂祈禱，求主嘅聖靈與佢哋同在，讓佢哋嘅工作能得蒙你嘅指引同埋扶持，成為地上嘅鹽同埋光。我哋亦都為我哋聖雅各堂禱告，主啊，求你堅固聖雅各堂喺真道上嘅根基，使各項事工都能夠蒙你悅納。主啊，求你憐憫，求你引導本地同所有國家嘅人都遵循正義同和平嘅道路，叫我哋可以互相尊重，為公益服務。我哋為到香港祈禱，天父，我哋將香港交喺你嘅手上邊。城市面對經濟轉型、社會壓力同生活挑戰嘅呢段時間裏邊，求你親自嘅看顧，願你嘅恩典臨到我哋，願你在我哋中間掌權，願呢個城市大大得力，喺困難中見到盼望，尋到你嘅方向。主啊，求你憐憫，求你使我哋對你親自創造嘅大地都有一顆尊敬嘅心，叫我哋能夠正確咁應用大地嘅資源去服侍他人，將尊貴榮耀歸於你。主啊，求你憐憫，求你賜俾一切生活與我哋息息相關嘅人，叫我哋可以喺他們當中服侍基督，像基督愛我哋一樣，彼此相愛。我哋特別為到宏福苑嘅災民獻上深切嘅祈求，求你親自去安慰失去親人嘅家庭，醫治受創嘅心靈，扶持喺困難中嘅災民。主啊，求你憐憫，亦都求你安慰及醫治身心靈上受苦嘅人，在佢哋困境中賜俾佢哋勇氣同盼望，並將你哋救恩嘅喜樂帶俾佢哋。我哋特別為到我哋本堂嘅兒女吳思穎小姐、鄭家豪先生、阮家偉先生、黃玉琴女士、盧坤先生、岑李德賢女士、勞工曾麗女士同埋黃葉秀英女士代禱，求主安慰同埋醫治佢哋。主啊，求你憐憫。天父啊，你曾經應許我哋若奉你聖子嘅名祈求，必蒙垂聽。我哋雖然因為無知不會求，亦因為罪而不配求，但是你因你嘅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了解我哋，憐愛我哋。現在我哋懇求你悅納我哋嘅禱告。阿門。禮文第8頁。我哋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哋嘅心裏面了。我哋若認自己嘅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現在有一段安靜嘅時間，讓我哋承認對上帝以及對友鄰嘅過錯。我哋一齊開聲祈禱話：最慈悲嘅上帝，我哋承認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你，應做嘅不做，不應做嘅反去做。我哋沒有盡心愛你，也沒有愛人如己。現在我哋痛心懊悔，求你憐憫我哋。為了聖子耶穌基督，饒恕我哋嘅以往，輔助我哋嘅現在，引導我哋嘅將來，使我哋樂意遵行你嘅旨意，歸榮耀給你嘅聖名。阿門。全能嘅上帝憐憫你哋，藉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
饒恕你哋所犯嘅罪，增加你哋行善嘅力量，並藉聖靈嘅大能保守你哋進入永生。請各位起立。願主嘅平安常與你哋同在。請同我哋身邊嘅人互祝平安。要將上主嘅名所當得嘅榮耀歸給他，拿供物來進入他的院宇。我哋同唱奉獻詩普天頌讚254首。
請大家翻開你文第15頁。願主與你們同在。我哋心裏當仰望主，我哋應當感謝我主上帝。無論何時何地感謝你全能嘅聖父，天地萬物嘅創造主是合理的，也是美好可喜嘅事。直賴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他在7日嘅第1日勝過了死亡和墳墓，並且藉着佢嘅榮耀嘅復活，為我哋開闢了永生嘅道路。因此，我哋與天使和天使長、天上嘅會眾一同稱讚頌揚你有榮耀嘅聖名，常讚美你話。上帝啊，我哋感謝你，因你不但藉着你所創造嘅天地萬物向我哋啟示你自己，亦藉着選召你嘅子民以色列和先知所宣講嘅聖言，及你道成肉身嘅聖子耶穌，向我哋顯明你嘅仁慈和大愛。在這末世嘅日子裏，你差遣你嘅聖子耶穌，又同貞女瑪利亞所生，成為世界嘅救主和救贖者。藉着佢，你拯救我哋脫離邪惡，使我哋可以無愧嘅侍立喺你面前。藉着佢，你引領我哋遠離謬誤，進入真理；遠離罪惡，進入公義；遠離死亡，進入永生。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作為我哋受死嘅前夕，拿起餅來，感謝你後就擘開，分俾佢嘅門徒話：你哋拿着吃，這是我嘅身體，是為你哋所寫嘅。你哋以後須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餐後，他拿起杯來，感謝你後遞俾門徒話：你們都喝這個，這杯是我嘅血所立嘅新約，是為你哋流出來嘅，使罪得赦。你哋每逢喝嘅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天父啊，遵照佢嘅命令，因此
我們紀念他的死，我們傳揚他的復活，我哋期待他在榮耀中再臨。萬有嘅主，我哋向你獻上稱頌和感謝嘅祭，把嚟自你所創造嘅世界嘅餅同埋酒呈獻俾你。恩慈嘅上帝，我哋求你差遣聖靈降臨喺呢啲餅酒上面，使佢哋可以成為基督嘅聖體和寶血嘅新約聖事。求你使我哋與你嘅聖子結成一體，分享佢所獻嘅祭，以致我哋藉着佢被聖靈分別為聖，蒙你悅納。求你按你預定嘅日子，使萬物皆順服基督，並且引領我哋進入天國，在該處與聖雅各和你嘅眾聖徒承受你為我哋所準備嘅永恆產業。藉着在萬有之先就存在教會嘅元首，我哋得救嘅全源主耶穌基督而求。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內及在聖靈嘅合一裏，一切尊貴榮耀皆歸於你，全能嘅聖父，從現在直到永遠。領文第30頁，我哋跪下，遵照救主耶穌基督嘅教訓，我哋同用主禱文祈禱。我哋擘開呢個餅，分享基督嘅身體。我們雖眾，仍屬一體，因為我們都是分享這餅。
上帝賜俾佢子民嘅聖物，你哋應當憑着信心前來領受，紀念基督為你哋捨身流血，心裏感謝。喺今天早上領聖餐嘅時候，都請大家咧都係依照侍從嘅指示，係嚟到聖堂中間呢個通道咧係排隊。咁咧我都會同兩位侍從咧都會喺正中間嘅位置係為你哋施餐。基督嘅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祈求天父都係繼續賜你恩典，讓到你喺香港堂嘅服侍能夠繼續蒙佢嘅許諾，同埋得到佢嘅扶持。阿們。晴晴基督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細佬基督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大佬基督聖體阿超基督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係阿和基督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 ，Sandy 基督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耀成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蘇蘇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 ，Lisa 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文亮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 ，Wing 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大佬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玉鳳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 ，Venus 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因為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張大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一條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李太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何生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張生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華川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Milly 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 ，Joyce 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肥軟完全能慈悲嘅父上帝祝福你賜你平安。Milly 基聖體寶血保存你身體靈魂直到永生。
請大家翻開禮文嘅第34頁。喺領餐後，我哋一齊禱告。請大家跪下，我哋用第一段嘅禱文開聲祈禱。天父，永生嘅上帝，你已經施恩接納我哋作為聖子救主耶穌基督嘅活潑肢體，並在他聖體寶血嘅聖事裏用靈糧餵養了我們。現在求你差遣我哋平安奔走世程，並賜俾我哋力量和勇氣，專心樂意嘅敬愛你、服侍你，直賴我哋嘅主基督而求。阿門。我哋繼續祈禱領受上主嘅賜福。願上帝所賜出人意表嘅平安，保守你哋嘅心懷意念，使你哋曉得敬愛上帝和他的聖子，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又願全能嘅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俾你哋，保護你哋，直到永遠。各位請坐，現在係宣佈。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咁好快咧就1月咧又就快過啦，咁啊過埋下個禮拜咧就1月完結啦，咁啊已經係正式開始咗2026年，咁亦都係咧希望再次恭祝各位啦，亦都係預祝咧我哋即係喺今年咧新嘅一年，我哋繼續咧可以係蒙上帝嘅喜悅去做好咧，即係佢交付俾我哋嘅工作。咁咧就首先喺今日咧都好再次都係要歡迎嘅。咁咧就係多謝今日余恩明牧師喺我哋當中咧係為我哋講道。咁我都要再次介紹佢嚇，因為頭先咧都有弟兄姊妹未翻到。咁咧余牧師咧佢本身自己都係香港堂嘅會友嚟嘅。佢喺2003年咧就獲佢哋教會咧就係接納成為教牧人員嘅候選人，而06年咧就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嘅道學碩士度畢業，然之後就調派咗到沙田堂去工作。咁佢就係而家咧就係香港堂嘅主任牧師啦，同時間亦都係鴨脷洲堂嘅顧問牧師，亦都負責監獄事工，同埋咧亦都係佢哋傳道衛理會咧嘅學校教育部嘅部長。咁我哋都再次咧喺度都再次係歡迎佢同嘅師母今日咧都喺我哋當中。咁好近嘅，真係街坊嚟嘅我哋嚇。咁咧就都有少少介紹啦。咁循道會咧，咁其實都同聖公會嘅都好有淵源嘅。咁因為咧循道會嘅一個即係叫創立啦嘅牧師咧，其實都係一個聖公會牧師嚟嘅。咁佢咧就叫做John Wesley 嚇，約翰衛斯理。咁但係其實當年咧佢哋開始嘅時候咧，就唔係諗住自己係離開聖公會係自立宗派嘅嚇。咁當初其實都係喺返聖公會裏面咧，其實係希望係以一個特別係喺牛津呢一個嘅地方啦，咁就係用一個創立咗衛理公會咧，佢當時其實係希望實踐返佢哋對基督徒嘅一個喺個信仰裏面嗰份嘅理解，係喺聖潔中不斷成長嘅。咁呢個都係喺網上嘅資源啦。咁如果錯咗陣間，余牧師係啦，跟住話翻俾我聽。咁咧就咁最初就係一個咁樣嘅開始嚇，咁不過後尾慢慢一路好多嘅發展裏面咧，就令到即係就自立就成為咗一個宗派。咁不過呢個歷史比較長嘅，咁啊呢個等佢哋講啦嚇。咁咧另外就今日除咗余牧師之外咧，我都話有一個特別嘉賓嘅，揾唔揾到佢出嚟咧？好，咁咧咁我都喺度介紹啦。咁咧就係黃愛美修女嚇 Sister Amy Joy 咁。我都邀請你起身，係啦，我哋都歡迎你，係啦。好，請坐。咁Sister Amy Joy 咧就佢好特別嘅，咁因為我上個禮拜日嘅時候咧，我就介紹你嘅時候咧，我就同啲教友就話我賣關子，就你今日有一個好特別嘅人會出現。咁呢個人嘅特別咧就係大家咧都會知道有佢嘅存在。
但係咧又會好驚訝咧佢嘅存在喎嚇，咁咧大家就研究崇拜都問牧師係咩人嚟㗎咁樣樣嚇。咁其實咧我哋知道咧喺即係喺教會嘅傳統裏面咧，我哋係有修院啦，會有修士有修女。咁但係咧原來唔係好多弟兄姊妹知道咧，其實我哋聖公會咧，我哋都有修會嘅傳統嘅嚇。咁而 Sister Amy Joy 咧，咁亦都係喺剛剛啦，喺其實先應該係舊年啦。咁咧就係獲陳恩榮大主教咧就係讓即係主持咗阿黃愛美修女咧就重新發願嘅禮儀嚇。咁當日就喺聖約翰座堂。咁而佢而家亦都係我哋教省嘅修女嚟嘅。咁而黃修女咧佢亦都會係因為佢自己本身亦都係好着重靈修指導同佢哋嘅工作啦。咁牧靈關顧等等。咁所以咧佢嚟緊都會係繼續都會係扶持咧，即係我哋教會嘅呢一方面嘅工作嚇。咁因為我哋都教區，我哋喺呢2年嘅計劃，如果大家仲記得咧，我哋即係1月初嘅時候填嗰份立願書咧，裡面都有講到乜嘢啊？都係一啲希望我哋喺個屬靈生活裏面可以有多啲嘅進步嘅。咁所以咧都希望黃修女咧嚟緊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同我哋一啲嘅相處嘅時間啦，或者亦都可能透過影片會見到佢啦嚇咁樣樣。咁呢啲都係即係嚟緊我哋呢2年嘅會做嘅一啲嘅工作。咁都請大家咧都係繼續為到教會嘅服侍嚇，亦都繼續為到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哋嘅靈性生命咧去禱告，亦都為到黃修女佢嘅服侍咧去禱告嚇。咁有關於佢嘅介紹咧，咁都長長地嘅，咁佢都同衛理教會係有啲關係嘅嚇。咁樣呢就陣間等佢可能嚟緊咧，陣間我哋喺茶會嘅時候見面咧，就會有啲介紹。因為佢自己本身咧都係最初領洗嘅時候咧，都係喺香港嘅衛理教會度洗禮嘅嚇。好，咁咧就另外下個主日啦。咁因為咧我哋今日請咗人哋嚟咧，咁我就要點咧？就出翻去嘅嚇，咁所以咧，我下個主日咧，我就會去到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嗰度咧，就會係講道。咁所以下個主日咧，我就唔會翻嚟呢一度。咁而下個主日係早禱崇拜，咁亦都會嚴志成校長會嚟講道嘅嚇。咁都請大家留意翻。咁另外就係牧區議會消息啦。咁請預大家咧預翻時間，就係2月1號，我哋喺崇拜之後，我哋會開牧區議會。咁而另外就係成年部同關懷部合辦嘅頌主恩迎新年呢個活動咧，就亦都係為到灣仔區嘅獨居長者係有呢一個歲晚嘅慶團圓活動啦。咁日期咧係2月12號，2月12號。咁如果大家咧係而家係準備開始報名㗎啦，咁咧就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咧，都可以記住預留定時間嚇。咁另外咧就係要報告嘅一個消息，就係因為好快亦都到農曆新年啦。咁農曆新年咧，其實亦都係同教會有一個嘅節期咧，都好有關係嘅，就係大齋期。咁因為咧數數下好快咧，就又要準備大齋期之後咧，就係準備咩節日啦？主學小朋友記唔記得？準備耶穌基督嘅受難同復活啊，係啊，咁所以咧一向前褪翻40日咧，原來2月18號亦都係今年嘅年初二嚇，今年嘅年初二咧就係大齋首日嚇，大齋嘅第一日。咁我哋係香港島教區，我哋東聯區咧會舉辦大齋首日嘅崇拜。我哋時間咧，因為嗰日都係第一農曆年當中啦，亦都係紅日假期，咁所以我哋咧會定喺下晝嘅4點鐘。下晝4點鐘舉行崇拜，咁呢個崇拜咧，我哋都會係邀請我哋喺香港島教區，我哋東邊有幾間禮拜堂啦，我哋啦，北角聖彼得堂啦、聖瑪利亞堂啦，同埋主誕堂，我哋會一齊聯合崇拜嘅。咁今次呢一個嘅崇拜咧，我哋會係喺北角聖彼得堂嗰度舉行嚇，咁都請大家咧係邀請大家出席。咁因為嗰日亦都係我哋中國人講開年啦，咁睇下你哋可能如果你晏晝開年嘅，咁就開完年之後咧，可能瞓個晏覺，咁就差唔多㗎啦。咁啊4點鐘，咁就可以過不俾去崇拜㗎啦。咁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我哋當日都會有塗灰禮嚇，咁都係一個特別嘅崇拜。咁都請大家咧都係預留時間出席。好，咁咧就所有宣佈咧就到呢一度啦。請各位起立，領受上主嘅差遣。你哋要平平安安地去服侍主、敬愛主、感謝上主。我哋同唱退堂詩《普天頌讚》295首。